嘎嘎有好事。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扎伟。大家好，我是英英。英文问呢哈，主持节目按几位时间呢？你还有主什么？当然有啊，身为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，其他有没有煮啊？没啦，脸部表情我有点那个想要抽筋嘛。没有，做得啦哈。因为讲实在话啦，你啊正经电视机头前妈妈看到你们讲，哎呦，本来妈妈会煮生哦，唱歌很好听。你啊正经呢落来之后，还是真的黄脸，没有，我是说那个脸哈，就是很漂亮，可以煮菜。专业的妈妈。专业哈，不过你都煮嘛个懂？因为你我还懂三感应啊，所以简单就好，炒只卵，煎只卵，炒只青菜，还有拍肉，加只汤，还有煮好盘，就做得啦。3菜1汤，按你要发多少时间？差不多1个半小时哦。1个半，做得啦，因为新手妈妈还有拍的事情嘛，聊双薪家庭啊，1个半小时。跟你有想过冇？譬如讲2道菜，按你时间煮。一天1个礼拜吃7遍哦。哎呦，其实我啷讲，我动无限诶。嘿啊，都那个尽管啊哈，想讲为了小孩子煮他爱吃的，有冇？还给碰边紧起来炒你，还如果我都是要还老公如果转来嘞，时间其实是从父母菜。同样的菜就无聊咩？还问哦，跟你试过像西餐的煮的方式，变化一下，比如讲，炖饭啊，比如说。生年的呀，你来的是海鲜意大利面啊，你敢做吗？强化时间，刚才你就3点开始煮，这是这个秀啊！炖饭呢？炖饭动球诶！我拢讲，来第一主厨当厉害，佢做到15分钟煮一样菜，你信吗？冇可能，还好吗？不是，我要让我儿子更爱我。你可以再骄傲一点，你看，你是炒蛋的，我不要让我老公看到我那个很狼狈的煮菜样，拜托，也是不用抱我。好啦，然后讲哈，跟老师请我主厨了，好，要证明不能看孙沙哈，调好去了，15分钟煮好了。那我可以选我想要学的菜吗？当然啦，烤鸡啊，平常时煮出来，拜托，厉害的烤鸡，好，反正给唐讲鸡当厉害，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尊敬，毕竟他是很厉害的主厨。当然，唐给他们讲出人中豪杰，好吗？好，分享俺的主厨庞尊杰。啊，分享。来，那位下讲嘢。我主动。大家在这个社会就是快速的环境当中，煮菜哦冇马时间。你看嘛，6点下班，转去还7点吃饭，懂冇汉哦。所以我们在学习快速的做菜当中，但顾及到健康，顾及到步骤，顾及到家里的欢乐的气氛。无所讲要抢来搞安利，冇问题，好吗？如果搞安利冇很简单哦，你做对吗？唔整哈太搞好诶，你是第冇摆煮菜煮最强诶。最强的一道菜係乜嘢菜？最強的哦，差不多3分鐘。啊？3分鐘？你也垂蛋放起來直接吃嗎？生菜沙拉嗎？泡麵。好啊。冇話攏講，他條前啲哈，講他講哦，泡麵冇簡單，我講真簡單啦，煮菜。加落啦。3分鐘唔簡單。咩講真簡客嘅的，真簡係做得15分鐘。煮一道菜飯，其實都喺盤店，喺公司飯店15分鐘，15分鐘，因為你肯點菜嘛，30分鐘你要送到該你做單，30分鐘，那你扣掉運送的過程，其實僅僅走15分鐘就完成。咁你好，嚟你第2檔厲害，講到安厲害，係我講，咁你嚟簡單，15分鐘。做一道菜，好冇？第一道菜呢，唔係講我，15分鐘，來看好，嚟準備好咧。哇，你有備而來嗎？你很多馬街碼表，嚟真見到計時哦，哈。做的。唔過計時喺香港貴聽，菜誒你嚟淘，誒你嚟選，做得嘛？做得哦，接受挑戰嘛。食材我們選。你要擺食材係你出嚟哈，請你來嘛排些哈。
第介绍食材，讲开始咯，你就按码表，做得好。做得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的平时，你们学生的，听下来好不好？剃头出来上一下，因为啦，你出来好，唔先出头。很好，我来只福利哦，来上一下。来来日好是哈贡虾子的料理，好吗？好吗？哈贡，冇问题。哎呦，做得，冇问题啊。声音好吃的哦。好，好的。来，英介绍下食材好诶，好吗？来，哈贡2道炒虾哈，炒虾，它俩，哈，葱头，奶油，也还有白酒哈，还有蒜头，还有金桔的，哈，生金桔的，好，还有那个香草叶，月桂叶哈，然后呢，然后综合香料，还有七前菜，还有帕西里莫杯一罐一罐买的，唔玻璃还散诶，自家切嘞，切油油，你还蛮会准备的嘛。哎，顺便要考一下主厨，看他认不认得食材。不是，他一定认得。你要让他知道说，我们就是这些食材。你要怎么变？他现在已经在构思，但是我还没计时。还有盐水耶，还有那种讲英语哈，是香港不康饮食有下讲特别饱，不少讲来准批面包。做得冇？可以入菜吗？上一下，做得冇？做得。变一下，莫搞串入10盘。你可以讲不用在旁边烤过，这样配也是可以啦。15分钟哦。15分钟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要不要给你加油？来，给你翻一下。没问题。来，好，加油哈。好，计时15分钟，开始。开始。哦。哇，莫紧张啊！开始吼，我先还是要很优雅哦。优雅没问题。后先剥下锅。刚刚紧走，我们还可以聊天吗？做得哦，没问题。开玩笑，主厨一定要聊天啊。香港主厨的饭店地方度，他一定也会有 table service，知吗？你第一周的时间，可能你还问问你讲，哎呦，主厨，你还没干下工？你就要回答了。你还没干下过？要炒虾。哎，我考到你哦。那我们美丽的小助手可以帮我点个火。美丽的小助手，谁规定你可以这样讲？好，那多说几次，我再给你1分钟。好，下讲头啦，下讲那个下讲皮，下讲壳，薄皮。呀，记得哦。好，记得。先切。记得莫买俩超市有卖一下边嘛。有。譬如说了蒜头，自家来挑，嘿嘛，自己来挑那个酸度嘛。自己挑。就是你那个要多少颗？多少颗那个看个人口味，个人。厨师要开背。来，大家有注意到吗？吼，来剩切了，吼，长出下讲，因为你系卫生的问题。剩切菜，长青牛。海鲜吼，你长切开怎么的？哦，这顺便那生的、老熟的都分开，要分开啦，多的没共用哈。好，来黑胡椒。好，黑胡椒。来给拿的呢，今天看时间。好，你要时间。要盐2分钟。好，盐巴吗？好，盐巴 DLV 哈。我这样拖慢慢的。就是你平常时你爱为煮本成件事。唔会。橄榄油啊，橄榄油，该就加橄榄油咯。加切好诶，蒜条哈，好做掉。哦，因为那个英英要的是香蒜橄榄油大虾，所以它的蒜头有特别多哈。月桂叶。用掉。月桂叶，你哋用办法准备月桂叶吗？可以做的增加一些香气，就会香气出来了，又有香气哈。还有哦，我还有一个小 pebble， 乜嘅 pebble？妈妈就教我，叫我去冰到cái米地肚去，米还唔会生抽，用米对，起码有防腐的功能。错，所以那个米啊，上去它们就留给月桂叶香。刚师傅有个加了水叶咩黑嘛？因为意大利综合香料，你地方有百里香啊、迷迭香啊，2粒柑，时间限定啦，唔是紧做，听得来。看到了，紧放啊，放者哦，下降会炒，下降出来下去的，
重点来了哈，重点来到酒，海鲜通常配白酒哈，如果是红肉就要配红酒了啊。哇，很强哦。有没有？有。哦，出来了哈。喂，彭主厨吗？你哈308。来，这个时候呢，赶快开一下。好，那个家伙。好，下工饼啊，下个装的饼，快水佛用办呢？烤面包。烤面包。烤面包。啊，做50个烤箱的哈，50饼油。50饼油。有。好。我觉得啊，你煮太漂，你要拖一下时间好，不然我觉得这么容易就让它过关，我不开心。好，我调度哈。哦啊，安尼好嘞，你比较凶哈，你是新手，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，我们就抓14分半。好，主厨，慢慢的来让你讲，你但想来15分钟完成的，你要15分钟之内教会我。对呀，你慢慢讲呀。重点来了哈，好，奶油，奶油无盐的，奶油哈，老多掉，好，因为有盖面包的混。要加一些奶油哈。就连饭或面包给灌。等下做这用下去，是先炒哈，你要冻葱油哦。好，用落去，加落去。好，谢谢在。你当下你要下大菜，当上吃只种你会烹调的，11公斤不要对啊。不用害。好。来，正经好呀。翻面。哦，好。翻过来。好，让你摆好。我刚讲我一般吼，讲妈妈，你那地方卡唔是像安尼样紧张，因为你份师傅压力去当专业无？唔过咧，地方卡要做当专业，因为地方卡有烤箱，所以把面包放进去，慢慢的烤。然后呢，你煮出来时间哈，因为刚才英讲香蒜嘛，这个应该是给老公吃的哈。好了哈。来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上盘了。香蒜多一点，这么快就可以盛盘。那我们就。上盘15分钟，真的可以出好菜。正经哈，来，好了，好，你改。来，加帕塞利，弄的，帕塞利。看一下这个面包哦，做的，酥酥脆脆。哦，也是做的代替烤箱。嘿。加油！加油！虽然讲你家哈第时间都差不多最尾咯。很强哦，一站丢丢哈，你15分钟以内，恭喜铁管哥。唔过一般，要买唔够，很忙身。你好是吗？海参有飞龙养鬼面，等下让出，龙太讲要15分钟以内做很多嘛该。粉条。橄榄油，下講。你出嚟題目自家講好嘅啦。蒜頭橄欖油下鍋。哎呦，15分鐘呢。迄個3罐糕，本一隻眼芒吼。好，做掉你用3罐一隻眼芒，可能做馬路做得，打下來係天一天哦。你莫想講3罐按後鍋，心跳白白，兩種誒，啱出來餅還要炒啊！香港唔加個香蒜橄欖油大蝦，我一定要比你多2個字，拍酒花蛤天使細麵，嘿嘿，做得嘛？凶一下。做得。敬重高後激來說，好唔好？大家講哦，咱一般及格聽聽哦，然後一般出來說嘞哈。學長弟哦，你要傾上嘢嘛？嘿，好。呢種腸肉烤烤烤的腸肉。
然后讲，安尼吃爽碗是吃肉讲，变得好高级的料理哦。你下工剪都整好。好。也冇特别加嘛，该东西就是很简单的盐、胡椒粉。然后来吃到最厉害就是它的蒜头，香蒜头呀。对。师傅，你要加上去，好吗？嘿，安尼加上去。加上去。太厉害了，因为你啊下杯贝糕脆脆的，然后再加上下公东新鲜，它那个海鲜味啊，让那个蒜头提出来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你弟冇做妈妈感应啊，好食材都留给小孩，那最好是蒜头，所以下公呢六本生意学先来就会是酱汁安稳，来吃吃。果然是好妈妈。系啊。有他冇紧张的嘛？其实刚好，我有紧张一下的啦。我想讲啊，压出来按你冇到15分钟刚好食。好吃吗？真紧张好食。你不止节省我的那个煮菜时间，我隔天的早餐，嘿呀，都有嘞。好，做点面包也蛮厉害的哦，15分钟，不过吼，参考一罐听听啦。好，轻松一下，莫轻松太久。好，听一道。我就出题目咯，出题目嘛啥，大家想一下，好冇？大家再来看听一道题目係乜雞哟？來考幾哦？加踢一關就過關的呢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很強哦！有沒有過關？有。我先講好的啦，主廚吼按厲害搶來，種唔得講佔人家便宜啊！主廚按厲好的，係講吼3關過，來本一張眼毛好。好，做得你用3本人嘅嘛，可能愛做嘛都做得。第一套係我講，好，第二套本意好嘅，給你一個福利。好啊，我想一下哦。好，我本身好食意大利面。好，我對唔懂好，我對意大利面沒有研究。你呀，意大利面底部都最夾熟嘅，就係天使面。做得冇？本天使面。做得。我好食蛤蜊。有蛤蜊嘛？蛤蜊加白酒，迄個啲莫不最夾點的，出來白酒蛤蜊花蛤後天使細麵，有沒有很難？兩種哎，剛除了餅還要炒啊，香港我們搭個香蒜橄欖油大蝦，我一定要比你多2個字，白酒花蛤天使細麵，嘿嘿，做得冇？那凶一下。做的真的香哈，做的。我先弄個準備嘛，介好誒，天使細麵啊弄帶來哈。所有嘅意大利麵種地擺度，你啊最夾熟嘅。嘿，最夾熟。看我對好嘛，好。還有我家準備好嘅花蛤，我對หั่好，我先煮好誒。哇，是冇嘢。其實我去買好誒。花蛤，你對花蛤有研究嗎？花蛤啊，那是那個海瓜子。哦，海瓜子。好，你係 cheese。然後同樣有香料嘛，哈，意大利香料，還有 parsley， 還有加個七前菜，就是那個羅勒，嘿，羅勒，七前菜，酸條，還有我們的月桂葉，同樣應該用一般的來這個布條，哦，做的，還有呀，蔥條切好，你看下對唔懂吼？你對講吼，全部係你吃噶，愛食的東西咧。我跟你講，太犀啦，總是要這樣子啊。好，哎呦，開始咯，同樣哦，向前啊，看好哈，同樣哦，15分鐘以內，哈，盡量做，好冇？好，做得冇問題。好，愛做得好，咪一定愛好食。好，準備，開始。好，我怎麼幹？來，加水滾咧哈，滾咧。好，先表面哈。好，你剛剛剃頭做的時間有緊張嗎？你唔用落去。有冇打算？有一啲咧哈。有一啲。啲飯店有嘛冇強用？你一片好緊張。你不能幫忙。啊，做唔得。唔記得咧，因為偏遠嗰國家。係做唔得咯，係當然噶，兼比係做出來國家只挑戰賽。麻煩一下橄欖油。橄欖油。煮麵哦，煮麵加啲橄欖油。橄欖油哈，一般來講，天使細麵要幾久？天使細麵嘛，差唔多7分鐘。7分鐘。7分鐘，凍嘅。橄欖油。橄欖油
哎，我真嘅冇乜綁黃記嘅，最近一間啊。真干啊！嘿，唔係冇綁黃記，就拿到啊，哎，倒下慢吼。好，一橄欖油，條的。你炒涼面吼，你係蒜條吼，總得切油油，總得我用片，一片一片，用慢講。等下你看實地哈。哩哩波咯，那個時間害我好緊張。哎，師傅正經吼，有陣時冇閒的時間哈，在廚房其實就像打仗一樣。哎，正經，就是要腎上腺素的提升啊，就耳聽四面，眼觀八方，是這樣講嗎？對。你也講愛溫文儒雅，愛做廚房美啊用啊。哎，你自家別講，自家溫文儒雅，哎講非常的有氣質。哎，幫我拿一下，謝謝。好。哦，溫文儒雅係幫你拿一下，你得做開先嚟台上嘿係冇？哎，奶阿妹唔講奇怪，你做嘛冇用奶油，用奶油用橄欖油。奶油總在腎病，腎病吼叫做附體，佢係藍點凍結。因魔力看哦，就一直跟英講說不要看，我看他會不會超過時間。煮出你要時間高的2分半哦。2分半哈。哎，我會妨礙到你嗎？唔會，好，2分半哦，哈。哎，我聽見看到蔥條，哦，蔥條不用太鹽嘞。蔥條不用太鹽。你看到2分半，現在調太鹽，你是覺得很輕鬆？其實還好，很緊張。就覺得哎，還怎麼這麼多時間？哎呦，大皮哦！跟我問下，係講我冇規天講一天愛乜嘅時間做，你吃到倆套菜，一般來講啊，像英英安嘅新手媽媽，新手人妻，要煮差唔多幾條嘅時間，這樣算標準。標準哦。差不多30分鐘。啊，30分鐘。30分鐘。哦，廚師大概就是來減掉一半。很多料有啊。好，蒜條哦。炒叉。金黃。金黃哈。拍酒啊。拍酒出來落嘅。哎，拍酒落來嘅，你係目的係乜嘅？增加它的香氣。嘿。魚丸嚟啲拍酒落海鮮都搭，就是很搭。來，花蛤。哦，手丁啊，就冇一種先煮。哎，你講師傅嚟先煮好，底部嘅湯水會先走添冇？哦，我榴蓮。哦。哎，你好，還要好學。嚇，排先係冇。唔係，反正係硬嘅食。好，海瓜子。香葉，好啊，一丟掉。好，香料，下去。哎，做唔是加水哦？哎，加水。教大家。好，教大家。好。害我也好緊張哦。哎，跟面唔會煮爛哦。唔係，差唔多7分鐘。7分鐘。你要比賽過嘛？正經最要比賽過。要比賽過。你得到最好嘅成績係乜㗎？台北該有。去年該推背的廚王世界爭霸賽，我覺得光聽名字就很厲害。我覺得我好大不敬哦，人家廚王世界爭霸賽，然後逼他15分鐘去做。他那個嘛個聖經哦。對不起，唔係，亞軍庭啦，亞軍庭。你看佢講嗎？你看兩面哦，聽好了，面來。好面好咧，哎，做得了。做得。劉高希，我去再看落來。哎，佢唔是像一般人嘅這個金哥冷水。唔是。嘿。應該攏講天使面係生嘢當好食咧。哎，真嘅呢。你真的要注明生嘢生。來，蛋腸款出凍蝦仁呢。對呀，然後它這個香氣一直在我這裡誘惑我，是吃了會變天使嗎？沒有。好。好。啊，那家伙，你就管誰火係嘛？快睇。害我好緊張。來下快睇火。哎，時間真夠5分半天呢，你好誇張哦。哎，加掉水，加掉水，用啲免水水，用免水啊，免水嘛做得。不過這樣嚟講，你炒啊吼，譬如講啲飯店唔單講一般家庭主婦30分鐘嘛，其實你在15分鐘之內算是非常合格，10分鐘之內。對，好，這個時候呢，奶油。哦，你下落去，落去，你下張落去，哎，你用乜下張落去？那跳下去講，奶油很容易燒焦，很容易燒焦。它奶油下去的話呢，增加它的香氣。好，你看，胡椒，好，椒，
胡椒。哎，那是超市来加豆做的嘛？哦，做的。盐。盐，好，落中度。好，係咪嘅？夾啲好。夾啲。这个均匀的拌炒，应该像我是辣的做的不用辣的嘛？做的。好啊，做的。我成扣5分。还有个Tabasco，对对。嘿。啊，你差不多，要这个注意它嘛。不是哈。好，把这里落去。还有70分。70分。哇，270分不用落去。哇，找第一个全部係愛吃嚟哦。我用講，我一天都可以200分。好。來，啊你好誒，係，還有幾時間？哦，還有幾時間？來看一下，係，可以。故意拖大時間。叫你3一下。哎，2張都7分。好，那還有東西。還有東西要做。哎，等下。好。哎，還蠻多10分鐘。係啊，蠻多係，你等下一下。我等一下。哎，你懂聰明呢，你第時間還蠻懂，你要給我們再加什麼嗎？哎，等一下。很好。升級版2.0。哇，哎，好香哦。马沙公15分鐘以內冇好菜，一聽如好菜呀，我煮的當香呢。其實還有時間啊，還有時間。你想要做乜解？還有看到咧，還有掉咧，嘿，你要做乜解？不要浪費，好緊張哦。所以我們再加一點橄欖油。好。師傅你很好哦。這好像申論題有沒有？就寫完正確答案之後再補強。來，同樣哈。加奶油。哇！加落去。同樣哈，炒一道。炒一下哎。炒一下。張標。奶油。還有帕塞利。好，加啲水。好。哇！好。哎呦，我其實我吃到，哎呦係兩行菜咧。不過你不用上去咩？你要不用上去按慢愛。不用上去，不用上去，就是讓它的層次感更分明，然後更加上那個濃厚度。對。好。哎，給唔該好來講哦，你要時間8分51秒，天。慢慢來。你要做得優雅表演。優雅哦。優雅。真嘅要懂優雅哦。優雅。水哦。哇，那湯汁也可以下去，對不對？湯汁可以下去，冇叫麵會跳蚤。嘿，麵會跳蚤哈。好，你不用好。掉起來。好。講，愛好嘞。帕塞利。哦，它就是一件裝飾哦。來咯，我冇看咯，我冇看時間。好。還有時間哈。真嘅。佢啱啱做啲變乜嘅？整理一下。女生懂腔的飲味啊，來對熊熊英英地方應該，如果他做到這道菜要15分鐘，應該世界大戰。哇，很強哦，看完唔但槍強又好食。哎，有人講啊，像安尼，要得要拿出來。拿出來，沒做的。哦，不用我當擺出有點像裝飾。主廚好了嗎？你準備好嗎？哦，還有幾久？時間呢？10分鐘。好嘞，好嘞。來了，哎，英英看一下，就表示公平起見。哎，又厲害喲。鏡頭看一下，10分9秒，婷婷掌聲鼓勵。哎，Nobody 朋友不是拍手嗎？你們在那邊看都不用拍手嗎？掌聲鼓勵啊，快點拍手，是不是厲害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好好的吃這一道菜。不過強樣，那再講一遍哦，你要聽一管勾哎，你班長聯盟哎，聽3管的勾，我們2個要給你一個很大的願望，你自己挑。好，你要來當主持人不行哦，常常來煮菜可以。好，龍太家講，點起來。10分9秒，做好的很愛出的題目，很多拍手花個天使系列。來呀！
马豆，滚挑的。莫讲出，我系骗我老公讲啊，慢慢熬。我教英英吼，简单好食方便的煮饭。等下秘密武器，看我该做过一款。秘密武器哦。哎，番茄泥老番茄糊，因为你以前煮的是煮底料中它呀。系啊，因为食谱上面有写。哦，董学讲阿妹，哎呦，哎，你看出比前一套出喊那稍微时间哦，因为爱出题嘛。那希望讲我对意大利面这么的那个，这么的哪个？哪个？非常要求。Angel hair 哦。哎呀，来试一下。好。当厉害。那样讲，凉面呐，虽然讲佢煮的时间它短，好，它本来就是这个属性的面，不过哦，它的 Q 弹度在之外，它有包到那个刚奶贡我一定要的那个花蛤的汤汁在上面。奶吃豆啊，主厨最厉害就是加了那个什么，就是我给它的那个 cheese 粉。因为 cheese 粉通常在 and 张杯上嘛，可是它刚刚弄上去的时候，它靠那个热气，再把所有的给花蛤跟米稀扒在这个面上面，然后你会觉得它很浓吗？没，它其实很清，就是很清新，好清爽。因为啊，你这个高3罐之後，所以本地就檸檬哦，好，你做在神上。好，神像檸檬，我一定要高T3罐。好，T3罐我直接讲啊，英英出题好了啦，好嘛，你听神像哈。我是想我啷讲，我变相的东西会拿出来变。哎呦，这个变相懂东西哦。懂，来看用嘛改。来看T3罐哦，来。哦，那个T3题咯，英。关键嘅一题咯。我刚刚给提出了以后嘛。非常改好，都好爱来好食，有好起来哈。有，我真的甘拜下风，2道菜在15分钟以内哦，做好很浓，就是那个又那么好吃，那时候当然给T3题我很好哎，因为俺上班莫爱讲，帅哥唔可以煮汤哦，马上唔可以煮汤，唔讲爱煮嗰種牛肉湯當然煮呢，你靠幾好？唔要講出來啦！你最唔可以係當然講出來。唔係，我係講師傅，你要頭前嘅上禮拜忘記，我嘅料備到現在不敢煮，因為太久我沒時間。你看我準備乜嘅料？你來上你係乜嘅？主題嘅菜，好冇？你上名，好冇？好。我看解食譜看當叫，你記下會記叫麼？記下係2點鐘嘅。看食譜要做2點鐘，你哋15分鐘，真係做得好。做得，我係潘師傅。哎呦！哎，你正經做得咯，正經做得。你來搶，你來搞佢。我教英英吼，簡單好食方便的煮飯，係。當期待哈，心裡好澎湃哦，想來殺殺。中央為什麼還有欠乜嘅東西嘛？冇嘅哈，冇咧。碼表已歸零，準備開始。好，好啊，先開火哈。好。來沙拉油。沙拉油。哎，你用呢？做啲橄欖油。橄欖油。哎呦，我要幫忙嘅，扣1秒。好，蔥條。蔥條。蔥條。哎，恭喜菜，師傅，你覺得我備的料啊，真的都很完整嗎？很完整，做得。來，哎，芹菜一聽到油哦，因為之後煮這個類似這樣的牛肉湯、羅宋湯哈，都要一定要有芹菜，知道嗎？嘿，一定要。哎，我吃到連它飲味啊、前料體啊、師傅都非常高分的過關，他現在有一種淡定的感覺。哦，我們都沒有辦法打亂你的節奏。馬鈴薯哈，馬鈴薯標一個水標它引拍嘛，唔怕嘛。因為啊，馬鈴薯泡水以後啊，它那個澱粉質會跑出來，對不對？對。然後它也可以代替勾芡。可以。馬鈴薯粉可以。當個計時手可不是隨便亂當。好。我剛才準備咧，馬鈴薯啊，我只是想到。它煮過以後口感很好，香港呢，俺來日啊，像是凍挑面，係幾食盤唔食盤，是啲馬鈴薯有澱粉，係要嘛概念嘛，有的人冇，有的生嘢冇買是搶出來，你看你不用人家切到油油誒，
到时候还真年空了绵绵，里面唔是。错。其实马铃薯啊，你有着神灵热是加玉米浓汤油啊，你做啲加咧马铃薯，具备勾芡的功用，不是打干面粉，也有健康健康。就不是让豆跟面粉。嘿，面粉嘿。哎，你要用满钱呢。嘿。干不会菜。来，该等下秘密武器，看我该炒过一款。秘密武器。哦。来炒好嘞，有啊。来，来。好。番茄泥。番茄泥。嘿，番茄泥。好。你要一包小水嘛哈。嘿，一包小水。好。哎，番茄泥老番茄糊，因为你以前煮的时间出第一两种冰冻它呀。系啊，因为食谱上面有写。所以问师傅怎么说了哈？主厨为什么又要番茄泥又要番茄糊？番茄糊呢，它一个个同妈豆哈，浓缩的，又炒过。哦。又炒过，你可能要绵哈，啊你炒了哈，跟汤又该色泽。嘿。啊你还番茄泥好新鲜的。哦。新鲜的同妈豆啊，醋肉啊，烧水哈，还可以哈，烧水。哦，而且係15分鐘嘅關鍵哦，15分鐘關鍵原來係咁樣。好，接下來調味一下。你要不要幹？鹽巴，我不幫你，我又忘記了。鹽巴，他已經很厲害，他是資優生誒。係啊，你完全啲嗌你做下就買計咯。嘿。香港，我知道厲害的主廚出來牛皮，有的東西放定位之後，它的敏感度我覺得是很棒。因為廚房是他的世界。係啊。後來我主動啲。哎，你要不用去高湯。還有幾球啊？哎呦，你唔是緊張，你要時間將細分一生沒有進做對。做對哈。如果你係煮到該馬鈴薯哈，onion，好，來添上來係嘛？添上來，不給翕啦嚇。翕下，兩個聊天呢吼。好，你要做得優雅誒。優雅做乜嘅？哦，我教一個現在叫 fashion 的做法。我看到人家破過洋蔥吼，我是有一下想法，啲洋蔥吼，不用到燙地盤吼，凍過去。啊，真嘅哦。你看到咁好。做得拍一下，因為人家應該地板都有洋蔥碎嘛，你喺泡過誒，其實你泡過出都係食嚟係冇？做的，安看因準備啲牛肉片吼。通常冇係準備火鍋的牛肉片呢？係啊，一般嚟講買。一般嚟講，你煮嘅牛肉湯吼，我用嘅牛腩。哦。你講喺凍用牛肉片吼。其實凍嘅。其實吼，還有一套做法，新的做法。來，新的做法。來。好啊，你給他時間動，你說我有新的做法。我夫人上到師傅，你做到安排條吼，就是我老公把東西買進來。其實冇啊，家師傅跟我講吼，在最簡單的小技巧當中，你可以做出很高級的料理。有啊，15分鐘吼，做出凍高雅的菜。好，你啊時間來到6分45秒咯，你看還慢10分鐘，真嘅很強。哦，等下哦。對。哎呦，師傅，你有發現冇？我呀，之前呢個菜呀，其實都係成日都當好食嘅東西。有。我再加點。好。加點水，加點水，加點水。師傅咪緊張講，哎呦，要控2點鐘咧，你15分鐘以內要做好。好，其實已經很像嘞。那香冇要出來咯。要出來了。你要來到8分30秒。等一下哈。好。我真的有點不可置信哎，番茄牛肉湯可以在15分鐘之內做好。哇。跟你啲屋卡，我接煮出來嘛？這個大概10個廚師有11個都是這個回答。跟馬上煮文人養不養？養不養？哎呦，跟你會像你像我們今天這樣評審一樣，哦，這味道好棒，唔會，我講唔好笑，你是空中。哎，這樣也對哦。係啊。
真的都要含着眼泪。你不要这样，没人按讲完开玩笑，其实你还是会爱啊，因为老婆煮的菜是不一样的，对，那是爱，哦，那是家庭味，真的，臭吗？臭。门走不娘的去，走不娘的去地嘞。来哦，可以啊，差不多了，11分15秒了，我拢讲我时间冇去到，你冇，等到先唱哈，体会一下，你冇睇傻屁哦，唔係，哎，我其实太紧张了，哇，你爱痛。好，前菜，关火，然后我们来个汤匙，哎呦，芹菜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可以用半边。哇，煮汤也可以这么有啊，听到老公吼，尤其情人节吼，做俩都做俩痛吼，所以。哎，那吃的吼，吃东西的时间，装东西的器材也很重要。对，好，精彩的来了。来了。那譬如说上桌的时候，我们就上桌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汤，有没有利用这个热，利用这个热度把这个牛肉烫熟。那这个烫熟之后呢，这个肉的那个什么，它的嫩度是最刚好的。对，有没有？哎，好，那你要说好哦，我才会停哦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放上一点。时间是好12分20秒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道牛肉汤。好。tomato 牛肉。剩5分钟。厉害啊！英英，你有吓到吗？有。还当上人家面试。来了，这个来是11分23秒做好的，安怎么解？tomato 牛汤。我试试咯。来。当场全部哈呀，走的是种高级食材的感觉，然后和着那个肉下去，我呼出来这口气，感觉我好像来到青草地。Lady first， 好，先好，师傅，请用。你今天辛苦了。不会。还有我自己的。省哈。开始咯。點肉吼，安尼燙下去之後，食一下哈。要當場全部哈呀，懂得是種高級食材的感覺。你有聽到我呼一個氣？我沒有時間聽你呼氣，我自己也要呼氣。那個跟牛吼，應該。熬弄一下牛肉真的选得很好哎，一定要牛肉片哈。你吃下去的时间，它那个滑溜的感觉，弄加师傅不用下去的葱头啦、番茄糊啦、番茄泥啦，还有卷菜，卷菜咩冻葱腰，然后和着那个肉下去，我呼出来这口气，感觉我好像来到青草地，真的很厉害呢。韓國啊，其實呢，我準備了安用應該食材啊，除了那個自己真的很害怕把它煮失敗以外呢，我一直在想怎麼把它變得很有營養，然後又看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很高級的料理。真的。真嘅哈。哎，師母師傅。今日真嘅要當師母，因為啊，其實師傅當無限，佢必須呢。亞軍嘛。对，很厉害啦！我的意思说，他很忙又那么棒，然后呢，来两位接触那样这2个感觉是门外汉的挑战，而且他那么用心，这懂感通，来颠覆了我一些想法，跟想法还蛮改。譬如讲，剩5分钟做做安厉害的料理，无所讲的量啥正经。本期就黏芒，好冇？係其實我還蠻害怕。黏芒。好啦，本期講黏芒，你看不用了呗。今天我也要謝謝他，他陪伴着我們。
以后它也变成我身上的道具。我有张烟吗？好，用买改。我的烟梦是我的7月7号。那我有一本新书发表。哦，出书嘞。出书嘞。你书是料理书。料理书。客家的书。我的书名是客家的味道。客家的味。客家好味。客家好味。客家好味，客家好味，客家好味，好客家好味。你喺度算係當你去客家菜嘅傳承之外，咩算係工具書咯？係工具書，因為我感覺我嘅年紀，以前喺媽媽做嘅菜啊，攞盤啊，自家做蠔油啊、結醬啊，到了我呢台唔會做嘅，所以我出了一本書，我問當道嘅客家媽媽，教我哋用拌做，一本書有94道菜，到這下面，94道菜，祝福你嘅新書大賣，好唔好？希望你，係拍賣以後咧，一定要買10本，一定送給好朋友。他帶這個國家來做書底喺度好食嘅料理，好，冇問題。這個什麼嘢？咪恭喜嗰個咯，希望你，希望你。你有好到啊？有可以來咧。什麼師傅啊？希望你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唔看，接受人哋挑戰，人生有挑戰嘛，強樣咪。當時問人哋娟嘅師傅我只是解新書好冇？當然要學當到新菜，看當到客家好食料理，所以隨時收看人哋嘅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國家來主席，長來了，長來了，恭喜哦！希望你，恭喜！我今天講客家話都被你拉過去，你知道嗎？大家好，我係潘俊嘅潘師傅，今日東風娛樂參加家家有好食呢個節目今日來呢做了15分鐘主廚出任務，我順利完成了。不過我感覺呢任務挺簡單的，坦白呢主辦單位拜託，我10分鐘出好菜，敬請期待。